嚟啦！用呢1000粒銅幣打造一把錘仔，究竟係咩感覺？呢一期我哋就跟住創意鍛造大神魯賓遜方住魯賓遜嚟一探究竟。咁喺正式熔煉呢啲銅幣之前，魯賓遜需要用到 3D 打印嘅方法，將錘仔嘅具體模型打印出嚟。可以睇到呢把錘仔嘅造型係經典嘅雙頭八角錘，同時為咗之後嘅鍛造，魯賓遜仲特登留出咗對應嘅流出排氣槽。至於隔籬呢個打印緊嘅紫色模具，就係錘仔中間錘眼部位所對應嘅模具。家下搞掂咗呢啲 3D 模型之後，下一步就可以進行翻砂倒模。為咗方便後面嘅脫模，可以喺呢啲模具上面灼上一啲爽身粉，跟住放上油砂夯實佢哋，咁樣一半嘅倒模就製造咗出嚟啦。至於另外一半，用同樣嘅手法照舊就得啦。搞掂咗完整嘅倒模之後，下一步就需要將鑄造嘅通道同佢畫出嚟。至於呢個紫色模具入邊呢，係加入咗啲硅酸鈉，咁樣先可以將啲沙固定成一個錘眼嘅。放上錘眼，冚埋另外一半，咁依家就真係一切就緒，只欠東風。下一步，魯賓遜就需要將呢1000粒銅幣加熱到1000度左右，直到溶為鑄造所需要嘅銅水。仲有大家應該都可以睇得出，呢個加熱爐呢，其實係魯賓遜用一個金屬啤酒桶 DIY 改造出嚟嘅。等咗一段時間，熔煉完畢，下一步將銅水表面嘅殘渣雜質去除撇走，跟住呢，就將銅水倒入模具，將我哋需要嘅錘仔鑄造出嚟。溫馨提示：呢一步十分之危險，無論係大朋友定係小朋友，非專業人士都不要模仿。跟住等模具完全冷卻之後，就可以進行脫模啦。家下可以將搞掂嘅錘仔攞出嚟，過冷河清理下。哇頂！可以睇到呢次錘仔嘅鑄造非常之成功，根本就冇咩瑕疵。下一步，魯賓遜就會將錘仔多餘嘅部分鋸走。之後就用到把銼同埋砂帶機，將錘仔表面嘅瑕疵通通搞乾淨。最後再喺個錘仔表面進行一次拋光，咁樣呢個錘頭部分就搞掂啦。咁樣搞掂咗個錘頭之後，下一步魯賓遜仲需要將下方嘅柄，就係把手，將佢製造出嚟。咁搞掂咗手柄之後，仲要喺佢嘅表面塗上一啲亞麻籽油保護一下。最拉就用呢個木楔子將錘頭同手柄裝埋一齊。不過呢個木楔子廣東話應該點讀啊？唔通叫木契？一讀出嚟有啲似契弟仆街嘅意思。哎，還是不說粵語了。最後再規整一下頂部，那麼這一把用1000枚銅幣所製作出來的銅幣錘子也就正式打造完成。對了，這裡所採用到的1000枚硬幣均為國外幣種，並且價值約10美元。那麼最後問大家一下，這一把錘子製作出來之後，到底值不值10美元呢？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，然後就同大家講拜拜。再一次謝謝大家來到麥克斯的修復領域。